我就係咁樣用一個簡單移動平均線策略，喺一單交易入面賺咗1200%。首先你要去 TradingView 打 Three Moving Averages， 然後喺呢個由 FN Trading 做嘅指標，之後你要加個指數移動平均線，就打 EMA， 然後攞呢個。而家我哋加咗嘅指標，佢改一改設定先，走入去三重移動平均線嘅設定，將長度改做13、21同55。之後我都會為咗簡單嘅改一改嘅顏色，跟住我會去指數移動平均線嘅設定度，將長度改做8。呢個策略好簡單，你張圖表上面會有4條線，分別係8、13、21同55。當55條線即係紅色嗰條線穿落去最底嘅時候，你就要買入，好似呢度嘅。例如你要一直持有，直到55條線穿晒上去最頂，佢好似呢度咁，你就會喺呢個位賣出。我都要講清楚一啲，如果55條線只係穿過一條線，好似咁，你唔好賣出，你只可以喺55條線去到最頂嘅時候先賣出。